关系在地新闻，要提醒咱的驾驶人，开车转弯一定要放慢速度，确认车前的状况，唔通去用死角砸到视线。这个南投有一台货车倒弯也是驶真紧，结果弄到一个行离的人行道的消防员，共弄赔3-4公尺远，弄一个是真正力。即摆人还佫伫咧加护病房。 丢势消防员对便利商店出来，行入人行道，准备要登去分队，想要到瓦桥分隔岛的时，去倒弯的货车直接弄落。负责的救护员赶到现场，看到家己的同事倒伫涂骹惊一跳。前看就一看到地上有人穿橘色外套的，然后才发现是我们分队的同仁，觉得还蛮惊吓的，哎呀，就是心里会痛一下。 货车的速度上过紧，丢势消防人员可以弄一个赔3-4公尺远，地水的头部出血，边仔骨锯去，胸坎嘛肺部严重受伤，被转送到台中的病院。车上的生命真相，他已经恢复清醒了，但是就是其他生命真相是正常的，他血压有点偏低。 丢势消防员属于南投中心 B 的消防分队70人人次，表示工作认真。去年7月，还佫对分队3楼累落弹吉他、唱情歌，向女朋友求婚成功。成婚半冬却拄到意外，货车驾驶对警方解释，当时无看到人，可能又果是被挡掉视线。警方再次呼吁开车要倒弯正弯，除了放慢速度，驾驶一定要确认车前的状况，才袂去弄到人。